因為貿易衝突而爆發嘅青英鴉片戰爭，清廷戰敗，開放五口通商，割讓香港俾英國。此後，歐美國家輸出中國嘅商品迅速增長，故此擁有優良海港、利於航運嘅香港，一開埠就立刻宣告為免關稅嘅自由貿易轉口港。1949年，赤化咗中國大陸嘅中共，受命蘇聯派兵參加韓戰，引發西方制裁禁運。除咗走私入大陸，香港擔任轉口港嘅角色隨即終結。中共暴政同時亦都驅使咗大量人口湧入香港，佢哋大部分都係身無分文嘅難民。不過當中亦有挾住豐厚身家藍圖嘅資本家，一方擁有刻苦耐勞嘅廉價勞動力，另一方就擁有大量資金。面對大量難民嘅香港政府，雖然資源極度匱乏，但係就用最少嘅預算興建7層徙置大廈安置難民，亦都順勢用類近設計興建7層工廠大廈，鼓勵小資本工業，等難民可以自力更生。融合咗大小資本天時地利嘅匹配，香港呢個轉口港就此搖身一變，成為首屈一指嘅世界工廠。50、60年代，香港有家庭山寨式位於唐樓或者地鋪嘅工廠，亦有東主自治可具規模嘅廠房，有紡織廠，有製衣廠，有塑膠廠，有鐘錶廠，有五金廠等等等等，散佈不同地區，不能盡錄。亦都有外發到坊間家庭加工嘅。相信全家總動員穿膠花嘅場景，老一輩人依然歷歷在目。60、70年代新興嘅假髮業、電子業更盛極一時，年輕嘅工廠妹成行成市。當年紅透半邊天嘅陳寶珠、寶珠姐就係佢哋嘅偶像。香港製造曾經價廉物美，遠銷歐美市場。80年代，中共極左嘅4人幫倒台，鄧小平復出，毛澤東階級鬥爭路線暫告一段落，改革開放路線抬頭。引入外資，雖然中共往績惡劣，由於美國拉攏中共對抗當時嘅蘇聯，並希望以綏靖政策和平演變中國，於是幫助中國發展經濟，意欲為中國催生一個人數眾多嘅中產階層，既變成民主國家一員，亦都成為西方國家一個龐大市場。港商亦睇準機會，接受鄧小平統戰，率先為大陸帶來首批資金、技術同埋人脈，從此掀起港資、外資入華嘅浪潮。神州大地搖身一變，取代香港，成為頭號世界工廠。80年代開始，97大限開始浮出水面。雖然明知香港地少人多，缺乏天然資源，工業北移後，香港將面臨實業空洞化，物資供應亦都因為高度依賴中共政權而備受操控。但係喺美國衰填中共，同埋香港將會歸共之下，英治香港無法抗拒種種政治現實，於是迫使香港經濟轉型向金融、服務同埋地產方向發展。
從此香港就變身為中共向西方世界集資嘅金融中心，亦成為西方世界投資中國嘅跳板。香港雖然再冇實業，但係就享受咗樓股齊鳴、泡沫病態嘅繁榮幾十年。直到2019年，中共暴力鎮壓反送中運動，推行港版國安法，先至一鋪清袋。另一方面，蘇聯解體之後，美國認為再冇龐大嘅邪惡力量足以挑戰全球，全球一體化高唱入雲。美國領頭嘅西方世界協助中共正式加入世貿 WTO， 但係中共就從來冇真正開放市場，而且美國對中共嘅輔助就並冇為中國帶來龐大消費力嘅中產階層，更冇為中國帶嚟自由民主，帶嚟嘅反為係養肥咗嘅中共幾代權貴，而且使中共多咗大量資源，加強極權統治，以致滲透西方國家，擾亂西方世界嘅秩序。從此，中共就搭上貿易順風車，以龐大中國市場為例，用賄賂、拉攏同埋旁門左道手段，勾結西方滿口人權、環保，但係又口惠而實不至、虛偽至極嘅建制內當權派同埋大財團，共同污染咗整個中華大地，掠奪中國人礦，使中國遍布血汗工廠，榨取人礦嘅廉價勞動力，而遍布各地嘅監獄更提供咗新疆奴隸式嘅免費生產力。中共從來冇守過世貿嘅規矩，以大量國家補貼刻意製造過剩產能，向全世界大量傾銷廉價低質產品，吸西方國家，尤其係美國嘅血，去打垮西方產業，破壞西方經濟，繼而控制西方命脈，而且更瘋狂擴展軍事力量，以一帶一路向外擴張。從此同香港一樣，美國亦都同樣享受咗實業空洞化、泡沫病態繁榮嘅幾十年，到咗今日先至猛然發覺自己嘅國家已經被掏空，債台高築，自己一手養大嘅中共，原來係恩將仇報，想取代自己成為世界霸主嘅一隻白眼狼。不過美國驚醒之後嘅一場中美關稅戰，就暴露咗一個中共要面對嘅殘酷現實。中共嘅所謂世界工廠所負責嘅，其實只係差不多最低層嘅組裝工序。冇咗中共，亦都有其他發展中國家，例如印度同埋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可以取代。而且美國雖然話債台高築，仍然係全球最龐大嘅消費市場。一旦中美貿易脫鈎，由於中國所有資源都集中喺中共權貴手中，再加上國進民退、武漢肺炎清零等政策，中國根本冇辦法去消化，更冇其他國家願意接收呢啲大量過剩嘅產能。難怪先前中共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斥責美國嘅關稅戰，佢咁話：他不是要我們的稅，而是要我們的命。無論中共大內外宣同埋小粉紅點樣用盡阿 Q 式精神勝利法去自己呃自己，呢番說話實際上就係中共嘅臨終哀鳴。